就是庞诈骗集团11个嫌犯有2个台湾人，除了上当判关10年，嘛会当判鞭刑。这站网络有真侪用真俗的介绍卖水果的文章，传导定的网址，互人填资料、关验证号码，而且大家都爱警觉。台湾去年的人均 GDP 22年来头一届超过南韩。IMF 预测，今年台湾的人均 GDP 会成长6.6%。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0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看这马来西亚警方顶日是抓到一帮诈骗集团，11个嫌犯当中是有2个台湾人。因的警方是引用法条强调讲，除了上当会当判关10年，嘛会当判鞭刑。有这马来西亚的律师就讲，犯同罪亲像是谋杀、贪污、性犯罪这款罪行，50岁以下健康男性，互人判鞭刑的几率是真高。这也就引起咱国来讨论，咱台湾敢有需要用重刑来阻止犯罪？刑警到这边介护将人押解回来台湾，把有19名台湾人跨海到马来西亚，设立起帮诈骗靠台马合作，专防遣返回国。好了，各位他们请上课。咱国民众海外犯罪定有听到，顶日台马警方高破晓早起2点抓到有台湾人涉案，综合当地媒体报道，涉案的不法集团伫面册开假口子，装作客户人员诈骗。台马警方在这展开查缉，抓到11名嫌犯，其中包含2名台湾人，并且总检调更加援引法条强调，犯罪者面临相关10年的有期徒刑之外，也恐惊搁受鞭刑处罚。通常会关系到这个鞭刑的，比如讲有这个强奸罪行啊、贩毒啊、绑架、贪污啊，都会被鞭的。鞭刑还算是高的，因为像我说，有些他们就是会政府想要达到这一个组合的作用。按照马来西亚法律，当地职业律师点出，涉及谋杀、贪污、诈欺、性犯罪、甲掠人讨钱等罪名，犯刑属于重大犯罪。50岁以下健康男性嫌犯，都可能另外封判鞭刑。专案有咱国民众涉入其中，咱国刑事局回应，台湾人相关身份甲案情拢也咧查证。鞭刑公投，遏阻犯罪。鞭刑议题不时伫台湾引起讨论，那伫公共政治网络参与平台，有人提案引进鞭刑制度作为附加刑，处罚部分重大犯罪行为。顶日也有立委有意推动鞭刑公投，也毋过台款会提出无同的看法。我们就先不要讨论人权，我们甚至先看它的效果。大家很不要想说一打就会怕，其实一定是不是这样？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真的是已经到了。就是你可能是犯罪者的时候，其实你会因为有鞭刑就不犯罪吗？其实不见得。面对国内犯罪，敢是爱用重刑方法，修法特地鞭刑处罚，社会有正反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跟菲律宾今仔日开始伫咧南海联合军演，日本也头一届是以作战部队的身份来参加。学者是认为讲，这3国是咧展军力，要表示讲，伊是有能力会当封锁强军的。不过，这日本的军舰雷号4月17要过南海参加军演，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就引起中国不满。中国是4月19就随派军舰通过琉球群岛的环东水道犯罪。包含陆海空的多边全领域作战，年度美国甲菲律宾斗阵联合军演20日南海举行，动员超过17000名的兵力。日本头一摆以作战部队身份参加演训，也要伫面向台湾海峡区域实施反舰飞弹、拍敌的演练，互认为是美日菲这国家伫释放有能力封锁强军的信号。的确是有可能会去做到一个联合打击或者是资讯传递的效果，希望借此去封锁解放军，或者是去限制解放军在第一岛链的一些相关行动。不过，这次日本护卫舰雷号经过大海要去演习，就引发中国方面不满。强军东部战区19组织以33号舰艇编队通过琉球群岛的环东水道。日本防卫省公布监控强舰相片甲航迹图。包头舰与其他舰艇组成的编队。强军讲是要进入西太平洋湾海演训，方认为若要反制日本，更加是要伫全社会进前向美方表示态度，得到更加多谈判的条件。西太平洋海域呢，它可以对美国的亚太布局呢，或者是印太布局呢，造成这个足够的影响。现在中国准备要跟川普呢进行这个首脑会谈的时候，所准备的牌
中方操作台海议题向周围国家施加压力，咱国防部长顾立勇讲，江南经过琉球群岛相关个案不便评论，不过拢运用联合情报资料掌握西科威动态。也来日本毋拿甲第一岛链的国家合作，也个澳洲确定 MOU， 会以海上自卫队上新的最上级护卫舰来做基础，联合开发澳洲的新军舰。Will deepen defence industry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nations. 私はこうした日豪の人のつながりがあってこそ。真の防衛協力の進化は成し遂げられると信じています。林英又分析，中方加所罗门建交加上强力不实行澳洲并且实弹演习，已经冲击包含美国加澳洲这民主国家的南太平洋战略。澳洲加日本合作，毋若要加强军备，也是表示双方未来有联合作战的可能性，要阻止中方愈来愈扩张的军事威胁。咱国防部也掌握强军辽宁号航艦20日经过大海，国军也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一位中国籍的配偶通过国考，分发去健保署，不过伊的国籍就较敏感，就引起讨论讲，敢会去接触到机密的资料？健保署是表示讲，这个人目前还在训练，未去处理到敏感的资讯。另外，这前民众党的立委李正秀因为国籍引起争议，即阵去互民众党开除党籍。李正秀是已经申请加处分，要保掉伊立委的位。最近在中会考到健保署正做第一例，也引起外界对治安甲民间资料接触的记录。根据两法条例第21条，中会入职满10年应参加公职考试，担任公考人员甲公营事业机关员工也应登记参选。健保署证实，这中会伫3月底分发到健保署进行实务训练，目前还未提留正式公职人员任用资格，也要看下机密资料核心系统。那目前他还在实务训练期间，其实还没有取得正式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不涉及机敏资料的系统。那该名人员他其实不会接触到我们的全民投保跟就医的资料。健保署强调，无论当人身份，拢严格管理个资权限，确保个人健康、自身安全。同款受关注的一个前民众党立委李正秀，被开除党籍的风波是愈来愈厉害。李正秀19日直播内底提出文件，表明刑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无效，向台北地方反映，声称加处分，佮强调家己议员有30天的民众党申诉期限，立院离职的文件也还未签署。够了，这个就是循王金平模式。申请假处分，我一直讲嘛，是我的抢不走，不是我的留不住。我想他可能不是充分的理解什么叫做定暂时状态的处分那他跟王金平的状况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就交给司法程序处理，完全不担心。就算李正秀已经向台北地方反映，声称加处分，立报党籍地位的身份。不过中3月15已经公告，由成大法律系教授考中新地补，立法院会伫2日举行宣誓就职证书，时间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后日4月22日要去非洲访问咱的邦交国斯瓦蒂尼。甲咱台湾关系真歹，索马利兰的外交部也伫咧网络刊文章，抗因的国旗也有中华民国的国旗，欢迎赖总统去非洲。台史邦交是稳固我们也很有信心。强调台湾甲斯瓦蒂尼关系是真歹，总统赖清德伫咧4月22日特别去访问非洲的友邦斯瓦蒂尼。不过，特别注意的所在是伫咧索马利兰外交部19暗时伫咧社群平台 X 发文，祝贺赖总统访问斯瓦蒂尼。这摆是赖总统就任以来头一摆访问非洲，图顶悬阁放索马利兰，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旗。事实上，我们跟索马利兰也是类似准邦交的关系，那他们正式的在外交的这个网站上有表达欢迎赖总统访问非洲另外，事实上有将近11个国家非常多的我们的国际友人也透过各种方式表达欢迎。因为赖总统这摆出访斯瓦蒂尼是用直接飞过去，无过境，佮引发无法度过境美国本土的质疑。对这件代志，林佳龙表示，时间会回答，过境适当的时间，还有地点，拢还搁伫咧评估当中。台湾积极扩展外交，中国嘛继续伫咧邀非洲国家伫咧挖平。今年5月，甲要互53个非洲国家全面零关税的台股，独独敢若摆渡斯瓦蒂尼。虽然现在是53:1啦，因为非洲54个国家里面，中国有53个邦交国，而且他们从今年开始所谓的免关税，那也对他们大量的这个援助，
好，那这个台湾的压力当然很大。不过我们反而是一枝独秀。斯瓦蒂尼跟中国的这个经贸关系，其实以贸易来讲，比我们还多一些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对非洲国家都是零关税的话呢，那么的确会对他们内部带来一些压力，那么可能会内部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面对中国施压的部署，外交部率领足侪投资考察团去史瓦蒂尼，强化台湾加史瓦蒂尼经贸连结。今年嘛，针对亚非地区对外关注预算，嘛增加要7亿，加强双边甲多边的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战争也未收煞，石油敢有够用，就是大家上界关心的。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台塑有一架载200万桶油的油轮，顶礼拜六已经驶出荷姆兹海峡，按算5月初6对到袂了港。这批油咱台湾就当加用半个月，因为这油价天然气是真贵，台电是决定重新来用未了烧土团的机组来发电3个月。不过这就是引起环保团体批评。唔通小请你放心，我的阿母。抗议的中部民众手起改编的歌曲，受到美伊战争影响，国内的能源供应也在做调整。台电决定中期未亚了烧炭技术3个月，有计4月中完成招标，引起环团不满。就把立法院举行记者会，批评政府要毒害中部的民众。你若安尼，正搁互大家用费发电，官员也是全台湾大家关心台湾环境跟健康的人，应该是希望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早日脱离无煤。环团业这期，那战争情况恶化，今是中期3个月时间会个延长，互人无法度接受。不容易等到除役了，大家心中放下了一颗大石头，又要复辟了。那地方的农渔业，包括居民的健康，该怎么办？是为了增加这个天然气一个调度的一个韧性，能源的韧性，所以我们就参考像国外各国也都纷纷就是有的是启动燃煤机组，或者是解除他们一个燃煤发电的一个上限了。对此，台电回应，为了增加能源韧性，对国际营运的做法也强调，今年用碳量未超过去年。除了供电基地，是美伊战争继续发展，荷姆兹海峡封锁也对占中期。根据外国媒体路透社引用航运分析公司 Kpler 内容。台塑海运的载运原油轮、运升轮，顶礼拜六已经载200万桶的原油通过荷姆兹海峡。如果5月初6会到北亚寮港，大约会当供应台湾8个月用量，对缓解台湾欠油的情形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这站网络顶是有真侪讲家己是专家，或者是在地农民的人，用这真小的介绍要请人去甲买水果的诈骗。这2天这台南又阁有出现几多篇文章。这款诈骗社团落定的网址，互你填资料，拐你的验证号码。提醒大家，这连接就唔通好黑白点，则袂去互关去。摕汤匙来挖，夹刀来切，影片内底一粒一粒水果青的裤内架，互人看甲嘴烂，强要滴落来。大部分民众讲，家己是在地台南人，代代毕业来种裤内架，一箱5斤850块，要买的人家己加好友就当注文。因为台南大内是台湾上大的裤内架产地，咱实际甲影片摕来去问农会甲农民，大家一看到这款介绍甲数量，拢讲哪有可能？批发价大概伫个台斤伫100至110块啊。所以你讲网络上30块，这我看不出来啊。其实有一些早生种，就是它，就是花开的比较早，是少量啊。可是那个你要是还是要针对那个个别农友，他有自己有在那个直接栽培，然后去购买。其实那个量都几箱而已，不太可能有市面上说什么。大出的那个问题，因为台湾的裤内架7月才会开始大出，这阵大卖介绍一斤上少嘛爱100块，大文顶悬一斤才30块尔，农民认为是骗人的，根本无可能有这款介绍。对此，台南市警方也证实，这是最近定都出现的诈骗手路，因伫顶个月底就要接到民众来报案，想要到这2天又搁出现啦。卖家出示超商寄货系统交易失败截图，谎称民众因为通过实名认证导致订单被锁定。连带卖家账户内的新台币50万余也遭到冻结等话术，远警听闻后告知此为诈骗。
因而成功拦阻诈骗。警方表示，除了酷莱以外，进前慢慢用别啦蒜头的名义来拐钱，亲像这款用网址骗人路订注文，然后爱民众甲验证货币，天地咧转销金价的方式，是这阵诈骗集团上爱用的手路。提醒民众一定要细致，连接唔通乌白点，才袂受骗了钱。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超勇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高雄市议员区有显的红色，开的实在行，是去防检举讲，甲这对中国抑个越南进口的物件改票啊，改做是台湾在地生产的。有这国小的中斗长冒去用着这寡食材，地检署已经咧办。随风逼出涉嫌甲食材改票啊洗产地代志，高雄市议员区有显红色张干正贵开的大发食材行，伫大寮2大仓库早起也是当看到有货车、冷冻车出入。根据了解，去年11月，高雄卫生局接到检举，大发食材行敢若甲国外进口的食材，包括中国的白馍、越南的里瓦糕，摕来改票啊洗产地，用台湾生产的票啊去出货。卫生局抽验了后，已经甲报告送交高雄地检署，按照食安法甲早期罪进行侦办。于115年3月4日，持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搜索业者，并传唤张简信负责人到案。经检察官预支交保5万元，本案将持续调查相关证据，以厘清事实。那这次的问题也是来自于之前的行政指导，绝对不是所谓的恶意欺瞒那我身为议员，我的立场其实很清楚食安优先实事求是，有错就改。针对外界指控，市议员区有显也出面替红色规定，强调是行政作业定数的误解，因绝对无调工用洗产地来趁钱的手法，会全力配合调查。另外，业者涉嫌改票的食材，唔闹卖给高雄地区的餐厅，佮敢若有出过互国校啊。有当事学校也出面证实，确实有用到洗产地食材，因对食材验过一向真严格。不只过这款改票的做法，学校真正无在调防。签约的部分是招标都是由原生社统一处理，那我们是有表达过，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帮我们更换厂商。到底是行政定数造成误解，还是调工用洗产地来趁高空？目前检调单位等咧厘清侦办。区县表示，只要做唔到，应对改进。而针对大发食材行技术甲洗产地食材送互学校使用，教育局表示，目前也伫咧调查当中，只要确认违规，相当除了罚款以外，也甲厂商解除合约。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场报道。昨高雄捷运是有一个71岁查甫人，那像是不满这边的乘客讲话讲到伤过大声，伫咧车顶就把这刀举出来讲哈，互人依照恐吓公共罪来上班。几名警察甲这个穿蓝色衫的查甫人压掉咧，因为伊去用通报讲伫咧捷运车厢甲刀点出来，而且佫疑似恐吓其他的乘客。拿出来挥干嘛？水果干嘛？没有这种地方，捷运站你怎么会拿这种东西出来？这个71岁姓王的查甫人，19暗时坐高雄捷运红线，要到喇叭底站的时阵，不满边的乘客讲话伤大声，甲对方嚷起来，就甲伊的刀摕出来，而且佫甲人喊。其他乘客发现了后，随通报站务人员。经了解，王显自称于捷运上，因觉得其他乘客讲话声音过大而引起口角纠纷，并疑似持跌刀。做事恐吓。警方告断了后，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就甲民众会师咧，去用威胁的民众嘛无追究伊的行为，就已经离开现场，无人伤亡。不过，这个姓王的查甫人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去互警方移送法办。21时02分接获旅客通报有亮刀威胁事件，21时03分通知捷警。站长随即上车，确认冲突双方已于后一站下车，且冲突已缓解。高雄捷运表示，接到通报就随通知警方，捷运警察特勤，还有辖区的警察嘛随到位，为了加强站内防灾应变能力，确保旅客性命财产安全。高雄捷运伫咧每一季拢会举办防灾模拟演练，加强应变，发向通知的机制，请民众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西屯昨暝是有一个47岁查甫人，行路抢红灯去互警方抓落来。不过伊是毋但配合骂警察，甚至佫抢这警察的安全无要共拍，是去互警察甲边的民众合作掠起来上班。一个查甫人看到红灯卡无要停落来，对大路直接就甲行过，嘛无要插讲车顶迄边的车要过，啊好死毋死，警察就挖过甲抓落来。闯红灯，怎么了？
闯红灯？对啊，你闯红灯。代志发生伫19暗时10点外，47岁姓林的查甫人伫台中西屯青海路抑个中庆路口弄红灯，警察爱甲证件摕出来，伊真正是甲天公照打，竟然对警察错干6条。现在讲什么？现在讲什么？这林姓吼，真正是愈来愈好看，唔但反抗，佮甲警察的帽仔撒来，就对警察的头壳甲削落。热心的民众甲到场的警察做伙甲这个现行犯压制逮捕。就是有争吵嘛，他叫他趴下不要嘛，然后那时候他就把他整个抓脖子撞那个玻璃嘛，还就把他压制了。一男子违规穿越行人穿越道，并于盘查过程中出言辱骂、攻击执勤人员，原警依法对其使用警棍制止，并将其逮捕移送法办。台中市第6分局讲起攻击的警察头壳有刺伤，啊那姓林的查甫人弄红灯，除了会依照道交条例第78条，甲罚500块，啊这案嘛依照妨害公务、伤害公然侮辱的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去年人均 GDP 是22年来头一届超过南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预测，今年台湾的人均 GDP 会成长6.6%，达到42102块美金，而且是预测讲未来是真有可能会继续超过南韩。5年来双方的差距就会超过1万块美金。也若是在股市方面，今仔日台股是捌冲破37000点，不过收盘徛无调，收伫咧36958点，去154点。台湾人均 GDP 当咧快速成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台湾今年人均 GDP 有希望徛住4万美金大关，搁一摆超过南韩。就是没有感觉到有特大的好处，就证明台湾有钱人比较多吧。我觉得还是部分产业，就科技业还是就是多很多。观察最近几年，台湾南韩的人均 GDP， 2024年台湾人均 GDP 34238块美金，韩国36238块美金，到去年台湾挖4万美金，南韩是36107块美金，台湾创22年来头一摆超过南韩的纪录。今年 IMF 预测台湾人均 GDP 突破4万美金，大约42102块美金，南韩是37412块美金，不过真回忆过去台湾以落入密集产业为主，伫1980年到1990年代进程，台湾人均 GDP 甲薪资成长都同款，不过最近几年煞明显脱高。去年的经济成长率7%，今年也是7%。那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可以自己问看自己的薪资，你的薪资有涨7%吗？没有嘛。所以就是一个产业结构失衡所造成的这种2个人均 GDP 跟薪资成长有脱钩的现象。学者表示，台湾除了人均 GDP 超过南韩，台湾的上市柜整体市值也超过英国，来到全球排名第7。20台股加权指数捌徛上37000点大关，不过起伏收线，收伫36958点，去154点。宽达股台积电以2025块做收半5块。另外，为2018年开始，台湾受益伫国际供应链中组，加上台湾科技制造实力，带动台湾产业出口到美国大增加。未来台湾人均 GDP 会继续甲南韩扭开差距。台湾在这几年，因为我们的科技制造的实力，那跟美国现在重要的 AI 产业的发展刚好是息息相关，所以就带动整个台湾产业的出口大幅的增加。学者指出，台湾的产业优势，若会当继续研发，无排除未来人均 GDP 成长会继续超过南韩。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顶一日是宣布10项措施，内容主要是恢复甲台湾的交流。即阵上总的理事长柯树波甲相关的产业代表做伙开记者会，呼吁中国就唔通好因为政治因素，搁再停止即寡相关的政策。同时也甲台湾的政界发声，全面开放中国的旅行团来台湾。针对即寡诉求，陆委会是搁再强调讲，无应该有任何交流是有这政治前提的。昨日，中国宣布10项涉台措施，针对中国对台湾工商产业的新措施，上总指站甲涉台措施相关产业对外开记者会。会有疑虑的，但是你有疑虑就不开放，有疑虑就不开放，那到底要怎样？双方基于对民众跟企业和跟这些产业的这个发展，不要任何的这个，既然开了就开了，制度化去走。
上总表示，产业界希望中国对台开放项目无因为政治因素向停落来，向制度化、常态化维持两岸经贸稳定。针对纳入之前关系，爱共款无差别待遇，为促进两岸观光交流，应该全面开放组团来台。对在野党甲政府希望无受政党因素影响，以产业发展优先人民福祉为本，全面开放中国团体来台。陆客没来呢，他沦为像我们公司就沦为一般的交通车的司机，有些司机又有不适应的状况，所以他又会沦为别的行业。对中方接待措施，交通部观光署回应，中期来台无论团体自由行，已经小两会协商沟通，陆委会强调任何交流措施不应该附带政治前提，应该加做特定政党政治交易的条件。所谓的惠台10大措施，请中国不要再吃台湾的豆腐了。这不是惠台措施，这应当只是在抢救中国的现在进行式。台湾2350万人需要的是开大门走大路，活络经济、拼经济。我想这是不分蓝绿、不分朝野、不分党派共同的共识。上总呼吁两岸政府爱加速沟通配套，开放两岸直航。在野党甲政府爱对产业人民有利，该开就开，该放就放。不过经济部也发声明回应，强调台湾经济发展无行回头路，唔拿甲台湾签台美对等贸易协定 ART 等，甲日韩等先进国家也陆续强化双边经贸关系。因为这几年咱的经济已经道行出家己的路，甲世界来接接。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的前主席在郭文哲17项议员的参选人去拜票的时，怀疑是去互喷咸桥水。迄当中有志工讲，花枪是有看到2个可疑的查甫人。不过，这阵这调查结果出来啊，竟然是现场指挥官第6分局的分局长张俊明，伊的咸桥水的喷雾器害去，伊用这涂骹来喷，才会引起这场闹剧。张俊明是已经去互调离开主管职，送地检署侦办。我代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对民众党来致歉。台中警察局长表情严肃，在记者会会室内，因为警方确认17暗时在台中逢甲夜市喷番茄水，互国民党党籍议员参选人也有志工等人家属，互吸到无数些人，都是迄一天警方带队指挥官分局长周俊明。过了24个小时，也就是隔天的18号22点，周副局长才坦诚说这个是他所为，那坦诚他的疏失。警方表示，周俊明的番茄水喷雾器害去，所保证规定禁用或者是放弃提走。为监视器画面发现，伊1点钟内向地面喷4摆番茄水，第4摆地点是伫国民县9位头前差不多15公尺，才造成一行人无事时会结果2摆，各调离主管职。不过事发第一时间，要在张市讲有2个可疑查甫人骑机车向空中喷番茄水，不过清查了排除2人有嫌疑。缩小目标拿去做侦办，所以我们在所有过程中的怀疑呢，我们都会把它做一个整理来告诉给警察，所以从头到尾并没有所谓的自导自演。台中市警局表示，这案件已有人提告，会照伤害罪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民众党是回应，感谢台中市警方的辛劳，不过认为各界警官伫人济所在测试番茄水造成言论误判，实在是缺少判断。这案件唔拿关系特定个人，各牵涉民众伫公共场所的人身安全，希望后续爱好好调查。幸福社会和海记者综合报道。石油的价格大起，真侪航空公司都已经起机票钱，不过咱的国内线为着顾民生，所以无起。即阵日本航空是宣布讲要推出新服务，加钱就会当选较快位，买当先就飞机，先领行李。有专家就表示讲，这是航空公司增加收入、控管成本的方式。国内线托运行李柜台头前排队排真长，若无想要排队，有国际航空业者宣布会推出加值服务，特定的机型付费指定加大座位了后，将优先登机、优先落飞行机加行李优先处理。是比较宽，坐得比较舒服，又有优先上车这样上机的，对，所以会考虑是。对对对，空间大，坐起来舒服，我觉得加点钱没关系啊。现在收费了，我觉得算都还可以接受的价格。以台北飞机门单刷卖大约2500块，加钱了后换3000。日本航空最近宣布4月底起升级加价所有服务，选 A321机型头一排较快位，优先上飞行机、落飞行机以外行李也优先处理，收450块。
华信航空无特别广告，也毋过详细看定位虚低，也讲到国内线特定机型也应该加300块算位。加价的8个座位呢，在国际线属于商务舱，那之前呢是当做经济舱来销售，而现在呢则是回归市场，由使用者付费来增加额外的收入。那收费呢，其实跟高铁的商务舱对比呢，还在合理的区间。额外的付费取得额外的服务，对公司的操作来讲的话，就是我可以把整个服务的项目做更精致的一个切分，对于整个运作而言，会有更加经济实惠的这种趋势。以日本 ANA 为例，对今年5月底也对国内线票价做出更加详细限制，亲像会使加钱免费边境航班、加钱算位这服务。航空学者分析，另外付钱摕到这个加价服务，将是一个趋势。回归使用者付钱也更加了解旅客需求，提升营运的效能。记者综合报道。人工生殖法修法，未来无结婚的女性，也佮有同志婚姻的女性，拢有机会会当适用。专家就预告，这未来当年照精子的需求会大大增加8倍，建议政府就要提悬关精子的营养金，对8,000提悬到12000。经过20多年，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会搁再来修法，未来单身的女性同婚家后，渴望纳入人工生殖适用对象。国内卫生情专家有估，未来每年照精子生囝女性大约2500人。虽然照精子需求真悬，不过是不上可能出现真欠精子的情形。我觉得我会，如果它是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择去就是去支持这个议题。如果这捐精捐出去，假设这个小孩子未来出生在一个不是很幸福的家庭，那我其实就某方面而言，我可能会有点 guilty。依照现行卫福部国健署规定，年满20岁也未满50岁男性，无遗传也是传染疾病的人，经过医师评估，就使申请捐精子，营养金补助上悬8000块。也不过医师讲，台湾捐精子人数原本就无多，其中超过80%捐精子的人，因为病眠无困、欠缺运动这些生活习惯，造成精糖品质合格率较低，所以呼吁政府提悬这个补助到12000块，希望让健康男性较想要捐这精子。对他表述他是一个善意的第三者，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你想他斗了8000多12000，他就会怎么样吗？变富翁吗？不会吧。台湾的8000块，以国际来说已经算是蛮多的，而且我们其实是以补贴的方式，补贴像营养啊、交通工时损失等等，它不是报酬性质。国健署强调，现行捐精子相关费用不是社会性质，而是用来补贴这捐精人营养费用。金额跟世界各国补偿费差不多。未来法规若扩大人工的生殖对象，确实有可能提悬需求。会继续来收集实务运作情形，随时调整相关配套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农业部今仔日公布去年在全国厝林饲的猫仔狗仔数量，狗仔大概是有146万只，猫仔174万只。含这2年前比起来，狗仔有减少，猫仔有增加，而且这也是有统计以来头一届，猫仔比狗仔较侪。去年8月刚养。讲到饲猫仔的一寡代志，王小姐甲因猫仔懒懒的个性抱伫怀中，也显得特别舒适。因为猫仔破病，伊甲男朋友特别为家人塞车到台北的动物病院就医，希望提供宝贝猫仔上好的医疗照顾。王小姐讲，猫仔无像狗，逐日拢需要带出去散步，对工作无用的因较适合。平常工作比较忙，猫的话，其实你有猫砂盆，然后它又比较能够自己独处。就比较方便。我的话，因为我比较懒啊，我比较嫌麻烦啊。对，要遛狗，然后要带它出去上厕所啊什么，然后它自己厕所会自己解决啊。经济农业部向生发布2005年的全国家犬家猫饲养数量的电话访问调查结果，掠算出家犬数大约146万只，比2023年大约148万只减少大约18000多只，减 1.2%。也毋过家猫数超过174万只，比2年前大约131万只增加大约43万只，增加约3成3。先进国家也的确，就是猫的数量会逐渐的比狗多。都市化的关系呢，它的这个空间，大家居住空间小，它在比相对小的环境，它容易适应。因为动保法已经在2年前公告将家猫纳入宠物登记对象，经过去年1年的完抢，今年开始正式执法。经济农业部统计，家猫登记率2年之间已经增加8%。农业部也因应整个目前的一个趋势，那养猫的数量比较多，所以才在前几年把猫纳入为登记的动物。大家比较关切，而且饲养数量也达到一定的一个规模，那也应该要纳管。
另外，加强管理上，农业部强调，高务的作用就是控制凡是减少流浪狗产生的关键指标，即摆维持较悬的比率，显示源头管理措施也是有发挥一定的成效。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咱台湾人当年的年度大代志3月小妈祖，另外一场这白沙屯妈祖今仔日是已经上8天啊。妈祖的銮桥透早6点是对通霄公所出发，对新埔的秋木园对4人桥换作是8人大桥。下晡4点10分，妈祖是已经登到宫田宫安坐，今年的进香行程圆满结束。白沙屯妈祖的8人大桥3进3提一标登来到庙里通宵的宫田宫，上班的信众来到白沙屯迎妈祖登家乡。妈祖銮桥得入庙了后，随着关庙门，路珠马、大马也着小河庙风车落桥，众人一手接过一手，恭请妈祖热心帮安坐，进行活动也着算圆满结束，一直到12天后5月初1才会开锣。妈祖回宫安坐以后，得宫田宫庙埕也由第二路主、副路主甲头家等等传3声拜天公，含众善男信女香灯卡做伙祈求风调雨顺、合境平安。白沙屯妈祖进香8天7暝行程20是最后一天，妈祖銮桥自透早6点对庙里通宵顶公所起驾，得下晡4点10分顺利入庙。也因为进香路途遥远，妈祖銮桥自古拢是用较轻的钉桥，一般是4个人扛的。20在回宫进前，也有一项重要的仪式，就是换桥。銮桥8点40在秋木园换桥，白沙屯大马、路珠马换坐8人大桥，山边马也改坐家己的新桥。天上圣友拜头香，迎三拜礼拜。江总统蔡英文嘛对妈祖行回銮的行程，伊也发文表示，妈祖信仰毋那是宗教，也是会当团结众人的力量，让台湾面对未来的挑战，通互相扶持向前行。记者卢尚珠、郑俊佑综合报道。大甲妈绕境9日8暝行程17起驾，今仔日已经是第3天啊，是按算下暗对到嘉义的新港奉天宫。咱车家好，带咱来看这下晡这进香的时热烈的过程。是主播目前记者家好呢，人就是伫咧大甲妈祖绕境进香的队伍当中。目前呢，我已经行到这嘉义新港奉天宫的附近咯。不过这大甲妈祖绕境进香9天8暝活动啦，沿路呢是为这台中大家出发要到嘉义的新港。有人讲这新港呢是伊心目中的新港，所以当看到这在这路上呢，除了有妈祖部的保庇以外呢，在这路上有真侪善信伫甲咱斗相共。刚好呢，在这个嘉义新港这个所在呢，发现讲有一个点心站，有4代人伫遮分物件，咱要来请教头家吼。来，请教头家，我想要甲你请教一下吼。恁在今年啊，恁拢总有第几年来分物件，传偌济物件？哦，今年第7年。咱准备的物资拢总超过，咱的金额有超过60万的物资，欢迎大家来互妈祖报请。这就是咱这个第4代的这个阿祖，伊今年90岁啊，伊就是拢伫遮来参与今年第7年，非常欢喜啊，欢喜心，欢迎大家来新港佚佗。这人讲台湾上界水的风景就是人啦，所以在沿路上呢有济人伫咧斗相共。这大甲妈祖呢9天8暝这活动的，其实需要着真济人来斗相共，无论是食的啊，还是休困的所在，拢会当体现着咱台湾厚厚的人情味。也会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呢，在今仔日大甲妈祖呢绕境进香要到嘉义新港奉天宫，明仔载就是这祝寿大典，也就是这香客所讲的这个拜祖咯。拜祖煞的当天暗时呢，大甲妈祖就出发回銮要往大甲方向去。往大甲方向的头一站呢，就是要登到西螺福建宫自驾，落尾就继续来往北路。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啊，若准讲这几天呢，还佫大甲妈祖进香，还佫伫咧活动，想要来做一个体验的，一定要注意到你的交通安全，还佫食食的安全，因为天气呢早暗温差越大，所以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你的身体健康。以上呢，咱就用镜头交转互咱的主播。感谢家好，接落来咱来看咱台湾的兰花。咱的兰花是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即阵这兰花屏东的台湾兰花节是已经办到第28届啊。
现场是有9000盆无共品种的兰花抗作会，场面真壮观。今年的总冠军是一盆千里兰花，价值超过20万。也若在早起的时，九如农会冒去附近的宫庙献花，或者新民会当同齐欣赏。 是不是都是分组总冠军的？甲总冠军的兰花一盆一盆对车顶搬落来，菜地庙的两边准备进行献花仪式。礼拜屏东九如乡的台湾兰花节起鼓，过来1000盆无共品种含色水的兰花变水，因为因过拢伫北县乡的场地举办展览，今年刷到农会内底，为着感念活动顺利，农会人员特别准备10几名的兰花，要献花予神明做伙观赏。咱兰花界的祖师爷吼，就是咱北县乡的上帝爷公。 啊！伊过去拢亲自来评审，来收来选上帝公奖，是咱遮的特色。今年摕到总冠军的是千里兰欧马罗斯，是高雄的兰友培育，市价超过20万。这丛兰花唔但花蕊大，花蕊的纯真有路，色水特别。现场展出的兰花，袂少品种伫外口罕得看到，民众拢摕手机啊赶紧翕落来。很特别。怎么说？它的品种就是跟一般的。 花展那很多不太一样。外口市面上吼，你卖就对啦吼，足少伫原产地，吼对遐个运过来台湾飞出来卖，所以一般拢伫到尾啊拢是，不管是交配，还是迄个成功分枝以后才出来卖，所以市面上现在很少看到。 兰花节活动一直顶到2日，开放民众免费参观。农会表示，九如乡长期推动兰花产业，连续28年举办兰花展览，已经成做台湾重要的农业甲观光活动。屏东甲台南拢是台湾兰花外销的重要产地，培育成果真受肯定，甚至阁有献花仪式，展现兰花伫民间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台湾的甲比赛林小兴伫咧世界杯友会比赛摕到冠军。伊的作品亲像是细蚶、麒麟鹿、鸟蚶的友会，拢活灵灵，做伙来看。用上顶尖的感情，伫咧咖啡顶面溜花，每一步拢真重要。甲目睭点入去，伫桌顶扣一个高水的细蚶就出现啦。这是2026年 WCC 世界溜花大赛代表台湾参赛，得到世界冠军的林小兴。备赛期差不多有4个月左右，就是每天的练习，我大概早上9点半到10点开始开机练习，到下午的5、6点。 就一天大概8个小时，所以一天大概练最少有100杯。林小兴的专长是动物溜花，这届决赛伊准备小型、长暗路、小鸟型3种动物去比赛，每一杯拢足传神。要参加世界比赛进前，需要先得到台湾的冠军，才有世界门票。林小兴对2019年开始参加台湾溜花大赛，参加6届台湾比赛，拢总摕到3届世界赛门票，这届伊总算摕到冠军。 2020年、2023年，拢得到冠军。啊，毋过伊伫世界迄当阵进入决赛，毋过得到第3名。即届去美国，就得到世界冠军。世界溜花大赛是全球咖啡界上有指标性的竞赛之一。这届拢总有33位的世界级咖啡师参赛，经过3天的竞赛，摕到世界冠军。这一路以来，伊感谢伊的女朋友支持伊的梦想，陪伴练习，才有机会用咖啡，让世界看到台湾。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 目前多数的 AI 资料库是以主流语言来运作的。人伫咧美国的台湾籍研究员张凯维认为，台语的数位编权也真重要，所以讲到做一个 AI 的台语资料库，互智慧电器也会当提供台语服务。来看公司的国际记者彭祖哲报道。 保护台湾侨民对麦克突出台语语句，这笔资料随即输入 AI 台语资料库。当前全球 AI 发展多数以人口基数较大的语言建立资料，也毋过伫 MIT 的台湾籍研究员刘凯伟认为，台语的数位编权也真重要。因为对开发人工智慧学者来讲，台语是一个真趣味、真有挑战的语言。目前像英语甲华语，伊伫网络顶讲足侪资料，台语伊的资料较少。 这套叫做台语 Speech 的资料库，结合关键字比对大型语言模型，叫做语义标注。台语语料会当超过几啊种写的系统，直接用语音形态提供 AI 模型辨识。这套技术为台语出发，未来也会当套用伫其他语言。伫美国，我会使去熟悉无共款的学者，国际上无共款的学者，我就会使有这个机会去甲大家讲，台湾有这个台语这个语言，伊真特殊。我希望甲台语作为一个范例，阮若会使用
上少的资料甲这人工智慧听有台语，阮就会使用相像的技术，甲人工智慧无同款的语言。这人工智慧资料库以开源的方式免费向全世界公开，未来嘛会使用做长照，也是智慧家电等等的所在。因为咱遮用的就是按以前阮来读册进前了解的。真侪家庭是安尼，因干那捌台语甲英语，你若用一个华语，因听无，嘛无法度讲，所以做出来物件会当互真侪无同款的人，用台语的人、用华语的人，拢会晓用。所以这部分我是足侪支持。在美国大桥社群保留家乡无共的腔调，互台语 speech 现有的3000笔资料更较丰富。这座 AI 台语资料库由 MIT 甲台湾大学中央研究院、阳明高等大学甲南加州大学合作，台美跨海研究，为何 AI 笼罩之下，台语使用者的所谓平权。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府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在中东的局势是又搁再炭烧。美国的海军昨伫咧阿曼湾攻击靠岸一只伊朗的货船。美国总统 Trump 是证实讲，为着海上封锁的任务，美军有就船去检查。这就造成伊朗不满，指控美国违反停火协议，是话讲因拒绝参加第2轮的和平谈判。这个消息一日出来，国际油价随起落拍。对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的画面会当看到，驱逐舰斯普鲁恩斯号要甲伊朗级的货轮图卡斯号炸落来，上也唔愿摕6点钟了后，美军对货轮的基板甲击落。过来就派着战队的队员去哩甲船靠落来。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平台证实有这件代志，嘛讲这只船进前因为有非法的活动，早就牵伫咧财政部的制裁名单内底。虽然即马海面的局势恶化，毋过伫咧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马巴德，同款是真认真咧准备好弹标备的工课。当局已经将一寡重要的所在划做红色的警戒区，甲过去外交人员大的饭店甲清场，嘛甲要去观光景点的道路甲封起来。若北京证实会由副总统换书，搁一届带特使团去到遐，因为临时停火协议伫礼拜3到期，希望会使赶紧挽救情势，嘛对伊朗提出一个合作公平合理的协议。Now, security precautions include the closure of roads, monuments, and hotels as well. In fact, the 2 hotels that had been used by the delegations from Washington and Tehran have already been taken over by Pakistani authorities. Guests have been told to find a room elsewhere. 伊朗的国营媒体报道，讲伊朗无打算要参加新一轮的会谈，嘛骂美国开火是侵略。阿船是海产，嘛呛讲会来报复。民间对着美国嘛愈来愈无信任了。ترامپ یه آدم به شدت مودی، آدمی که اصلا معلوم نیست چی کار میکنه. یک لحظه دلش میخواد میزنه، یه لحظه هم دلش میخواد تموم میکنه. امکان اینکه شروع کنه هست، ولی دوباره سر 3-4 روز به غلط کردن میفته. 新市的中客谈判即马是一个讲后遐，一个讲本地。伊朗除了好人会甲美国中客谈判，嘛开条件，讲美国若想要讲，就先甲对港口的封锁甲取消。受到荷堡主海峡搁一届关起来影响，国际油价搁大起超过6%。若拜3就是停火协议的上尾一天，川普嘛放掉，若是谈判无结果，就会甲伊朗所有的发电厂抑搁有大桥，甲整甲烂糊糊。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这几天中昼的温度拢到30度，到拜3拢是一款好天气。不过拜4开始风平瓦紧，全台湾拢会落雨。中部以北的雨会较大阵，就要到礼拜才会较停。春天天气变化较大，气象署讲好天敢若会持续到拜3、拜4个会翻天啊。因为拜4到拜6有锋面通过，国头东北季风，时到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若雨会为北部扩大到南部，尤其中部以北要注意阵雨，也是雷公雨。气温嘛会降低，一直到礼拜雨势才会转好。降雨预估在周5这天，可能还是在中部以北地区是雨势最为明显的地方，其他地区也还是要留意是会有阵雨或雷雨的一个情况。那这种比较广泛的降雨预估会是一直持续到周6。那整体上来说，要到周日这一天，随着水汽比较明显的减少，降雨会比较趋缓。另外，根据美国气候预报中心上新的预测，今年出现超级圣婴的几率有25%。圣婴现象意思是海温变高，甚至造成极端的气候，譬如讲高温、做大水，也是可汗等等的灾害。不过气象专家讲，照目前预测的模式来看，极低是中度的圣婴，超级圣婴的可能性较低。大部分这个预测哦，今年这个圣婴现象，伊差不多是上低头是咱讲是
中度的这声音现象。为即马开始一直到7月左右，是毋是阁有一寡赤道太平洋迄边敢有一寡较明显的、较强的这个颱风？而且颱风起来才有法度声音的这个发展是较好一线。气象专家讲，声音现象若发展起来，第一，风台生命期甲强度反射会增加，毋过无代表风台扫来数量会变多。第二，嘛会造成寡人的时气温变悬。毋过专家是提醒讲，预测变化较大，爱阁继续观察，才通确认实际发展趋势。记者吴金阳、谢桂林台北报道。天气玻璃仔，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22度到31度，中部地区22度到31度，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22度到29度。外岛地区18度到28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Thank you.